大家好，我係阿偉。網上好多關於薩莉亞嘅評語，甚至有人用粗口去侮辱食薩莉亞嘅人。但我每次路經薩莉亞，就係人山人海嘅等位食客。有人話佢污糟、垃圾，甚至講到老鼠頭、預製菜。咁多人講到咁恐怖，但又咁多人幫襯，我哋就親身試一次，睇下係咪真係衰到要肚屙收場。我哋一行幾人，是但揀咗一間分店，點咗成枱嘢，有清醬鮮蝦西蘭花意粉、香焗白汁菠菜、意式瘋狂水煮魚、原味雞翼肉醬多利亞、黑椒蜆肉煮、清醬煙三文魚、西蘭花鮮蝦冷盤、歐陸風烤香腸、3倍水牛芝士薄餅、開心果冰雪蛋糕、比利時朱古力千層蛋糕，仲有幾款酒。清醬鮮蝦意粉只係30幾蚊，但味道同100幾蚊嘅餐廳無分別，完全顛覆我嘅想法。香焗白汁菠菜 creamy 到令人驚喜，水煮魚係西式做法，酸酸地好開胃，雞翼就更加出奇地好食，入味到我幾乎想買包返屋企。肉醬多利亞，本來我唔中意肉醬，都覺得好食，當然唔係全部都好食。三文魚同鮮蝦冷盤就真係唔掂，可以唔使叫。至於芝士薄餅、開心果蛋糕、朱古力千層蛋糕，全部都係平靚正。我只可以話，薩莉亞雖然係預製菜，但佢做到抵食又好食。除咗食物，仲有酒，飲飽食醉，呢個體驗真係好正。喜歡呢個 post 請 like 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